目标该由夫妻贪心心，将心机以其所心，一切恶心该忏悔我。所以贪心心是我们无以这个夫妻接触不以前，就是人我都做过的这个贪心心。贪心心是代表咱的心口，心口是代表咱的三业。所以修道内底三业清净，就是咱我爱是言道。三业正十善道，那十善道是咱老祖宗弥勒法念经放生的重要。所以每一个弟子，弥勒弟子爱修这个心口意，也就是这是言道啊。大家做每一个弟子都爱做啊。所以当咱这个气啊，咱就经过五就咱这个气啊，咱心健啊，充足就是啦。咱老祖宗在刀术的一下降这个情况。所以其实啊，咱希望讲老祖宗来，这个弥勒神佛被大力来变形，你这个情感，所以从咱真正爱对这个贪心依靠啦，去感受。所以我在表这个这贪嗔痴来转变。所以老师讲一句话。贪心只是咱修道的三种最重要的条件，害死人，嘛是第一个大条件。所以注意这讲。